颱風海鷗過境咁啊，廣東咧好多城市咧都凄風冷雨啊，真係。但原來比颱風更無情嘅係人心。尋日朝頭早6點零鐘，東莞有位老友咧就發現喺條臭涌邊嗰啲岸邊咧，臭涌岸邊啦嚇，就發現咗一個赤身裸體、遍體鱗傷嘅初生嬰兒被遺棄喺嗰度。琴日清晨6點幾，喺東莞長安新民社區，有老友喺一條臭涌邊發現咗一名男嬰。男嬰被發現嘅時候，身上一絲不掛，臍帶仲未完全切除，估計係啱啱出世無耐。因為受到颱風海鷗嘅影響，東莞長安之前一晚係風雨交加，冇人知道呢個可憐嘅男嬰到底喺雨中淋咗幾耐。好心嘅老友即刻報警，新聞派出所民警第一時間趕到咗現場。你們先包去嘛。哦，淋了一晚上雨啊。哦，淋了一晚上啊，現在還在。好大的雨。我把他們樓上丟個衣服，我把我的衣服抱上，也不知道是哪個丟到這兒的。然後我看那個小孩身上發紫的比較嚴重，然後已經開始有點啼哭，就是開始哭了，所以我就比較擔心，所以就想說第一時間就把他送到醫院去，所以就找了一個好心人，一個阿姨就抱着孩子，然後就把他送到醫院去。喺好心人嘅幫助之下，民警開住警車拉響警笛，一路奔馳，將男嬰送到咗附近嘅烏沙醫院。太可憐了，真是！我這個手好冰哦，我的手暖暖的，跟到一點溫度。當男嬰被送到醫院之後，兒科醫生發現男嬰身上面並冇明顯嘅生理缺陷，但係手部、腳部就有多處嘅淤青同埋傷痕，而且大腿仲出現咗水腫，需要及時送往大醫院進行檢查治療。經過幾番轉院救治，男嬰嘅生命體徵總算穩定咗落嚟。送來生命體徵暫時都還穩定，但是他全身呼吸因為可能淋一個晚上的雨，有可能有肺炎嘅情況。經醫生診斷，男嬰左下肢肱骨骨折並伴有肺炎，但暫時冇生命危險。男嬰身上嘅傷痕從何而嚟？到底又係乜嘢人將個初生嘅男嬰就咁掉喺臭涌邊嘅呢？老友據去臭涌邊睇過，呢度唔單止有污水橫流、垃圾遍地，而且不時有老鼠經過。有老友就話，男嬰身上嘅傷有可能係俾老鼠咬嘅。而第一時間發現男嬰嘅保安盧生就話俾記者知，呢個地方平時都係鎖住嘅，一般人係入唔到嚟嘅。大門的話呢，我們都是24小時在值鎖嘛。這個門的話，就是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才會打開。應該是反正都是從那個地方進來。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調查，若然你有相關線索可以提供，可以撥打110或者我哋嘅報料熱線020-118-114，為盡快揾翻呢個 BB 嘅屋企人出一分力。幾乎懵到想講粗口，唔係講笑啫。嗱，有線索真係要提供啊！呢啲咩整禽獸嚟嘅？你諗下呢個水溝臭水溝，一落雨即係一水浸啊，即係浸死佢啦。同埋嗰啲地方嗰啲嬰兒嘅傷口，可能係俾老鼠咬，仲有隻腳骨係要斷咗啦，幾痛幾陰公嘅小 BB， 臍帶都未剪。喺度真係呼籲同埋希望啲有權參與立法啊、修改法例嘅班老友，就求你哋進一步完善下我哋而家嘅法例，特別係有關父母同未成年子女之間嘅一啲罪名嘅定性同埋處罰。好似呢啲已經唔係遺棄嘅性質啦，根本係謀殺啦，係嘛？佢冇諗住係遺棄佢真係呢個 BB 好大命，好老實。即係而受到傷害嘅唔單止係呢條小生命，更加係衝擊咗大家嘅人性。唉，黐線！